礼拜时间要到啊，请咱备办咱的心，准备。我要时时学老耶和华，学老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你甲我着学老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这是咱要学老，咱请敬拜团。那大家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那如果大家需要休息的话，也可以随时坐下。神的话这样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他的慈爱、他的平安的约却永远不会离开。让我们用诗歌一同来赞美他，一同来敬拜他。我们可以用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宣告，也可以用这首诗歌作为我们向神的对话。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他的慈爱永远都在。然后我们可以，如果想要击掌的话，想欢呼也可以一起。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难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可以挪开，大
山可以来，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手上的钉痕，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是的，虽然道路崎岖，我们仍然要赞美。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我们在最后大声的来宣告，大山，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再一次大声宣告，我要大声宣告，再一次大声宣告，耶稣，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是的，我们的神是那一位一直都在，他的慈爱也永远长存。我们这时候也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运行，带领我们，成为我们的保守，也成为我们的引领，使我们在敬拜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可以更多的来领受主你的同在。我们用这首诗歌一同来邀请。向圣灵说，圣灵，我好爱你，我渴望你的同在。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在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
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们再从头邀请圣灵，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敬拜你，我敬拜灵与真理，在灵与真理里。圣灵与我们同在，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过来刻印文，我来刻。恁来印，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做侮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这是咱亚头祈祷。赐平安的上帝，感谢你的带领，互阮伫日常生活领受你赐阮的平安喜乐。阮有拄着大地震，求你甲阮同在，找圣神安慰拄着死失的、受伤的，也是财物损失的。国我的主，求你赐阮气力甲能力，伫生活中见证你的国我，见证你的疼，荣耀你的名，
互阮用疼彼此结连，因为疼是你对你来，你逐生疼阮，阮也彼此相疼，互相关心。天父上帝恳求你保守阮的兄弟，无论破病、大医，也是身心软弱的，求你保守看顾医治，通过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阮也为着基甸会恳求你祝福伫因的事工，互较侪人因为因所分的圣经来认捌你，成做神的囝儿，同得基业。恳求圣神甲阮同在，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成做骹前的灯，路上的光。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俄罗，咱请圣歌队。创造的真神，上赐一切甲花名，你是耶和华。天地拢是你见证，显明你的大权能，你是上帝。下阿罗你的生命，无世选，无救主的听，因你将你托求我，无你灭亡，还你永远我，你是生命的源头，也是道路。你是主耶稣，就是因为你的死，也是因为你的活，你到恩典临到我。大声阿罗你的生命，无世选，无救主的听，因你将你托求我，无你灭亡，还你永远我，你是生命的源头，也是道路甲真理。你是主耶稣，就是因为你的死，也是因为你的活，你到恩典临到我。咱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16节，显明活命的道理，互我到伫基督的日有通夸口。因为我毋是空空
跑走，也毋是空空着磨。今日咱邀请洪长老来为咱证道，甲基电会报告吼，咱邀请。各位阿姐，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经过一段时间，我还有机会今仔日来到遮，代表基电会来分享上帝的话。每一摆我来教会做基电会见证的时阵，我拢会摕即个基电会的即个 logo 吼，即个毋是中国石油的马库啦吼，这是即个基电会的马库，就是讲叫咱爱发光啦。基督徒爱有好的行为吼，互人为咱的所做所行的代志来见证上帝。未开始讲道以前，先咱阿头祈祷，先来阿头祈祷。亲爱的主，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搁一摆引带细囝来到你的名所设立的中兴长老教会伫遮。来分享基电会今年度的即个见证的主题，就是坚守生命的道，助力为阮行上十字架的道路，留落你的保护来救赎阮的世间人的罪过。见若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倒转来得到永远的生命。即个真好的福音，伫阮的四周围，还佫真侪人毋捌你。地教因假信敬拜愁苦增添，假神争拜愁苦增添。阮看到台湾逐位拢有真侪偶像，真侪庙宇主阮做了无够遐，求主你原谅阮，搁一摆透过阮今仔日所讲的主题，坚守生命的道，来提醒阮，搁一摆来奋兴做一个主你所喜爱的基督徒。阮将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祈求圣灵亲自带领引带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基电会每年拢有一个主题吼，今年所用的主题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坚守生命的道。头拄仔咱的长老已经有带咱读。即个经文吼，即个经文内底所显出来，奇怪，他拢无看到坚守生命的道吼，因为伊讲伊的即个腓立比书第2章16节，和合本所写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伫基督的日子好通夸我无空走，也无着磨吼，无着磨吼，即个是和合本啦。咱若看即个现代的中译本，现代的中译本就是下骹即个下骹遮写，伊就写甲足清楚，伊写坚守生命的道，恁若安尼做，伫基督过来的日子，我就有所夸口了，因为这会用证明我一切的辛劳，辛劳不是徒然无功的，毋是白白着磨的，所以伫现代中译本的神内底，伊就有一句讲坚守生命的道啦，英文叫做 holding fast，holding fast，这 holding fast 这个 holding fast 的神的英文的意思 ，hold 就是定好调，定好调了的神，爱定我较硬，扭较硬的。无人会甲你抢走，叫做 falling fast， 即个意思。意思讲，即个生命的道，咱爱抓真严，爱真保守条的，袂用去互抢去，袂用去互撒旦魔鬼来甲咱引诱，未讲到以前，我先来提起一个大家应该拢捌即个人叫比尔盖茨相信咱若用电脑，还是用手机大部分拢是伊的客户啦，所以伊做生意有足大的。伊是世界的大富好野人之一啦伊细汉的时阵伊嘛是一个基督徒伊细汉的时阵伫即个基督徒的即个教会的所办的学
即个下来基督教就是基督教即个所办即个下校伫遐来上课。迄天呢，因的牧师因的牧师叫做因的牧师伫甲因迄班的遮学生提起一个挑战啦，就是讲恁啥物人若有法度为即个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5章甲第7章567的时是即个马太福音内底上精华的即个章节拢总有111节。恁若有法度将即个圣经111节来甲背出来即个牧师甲伊遮学生条件背出来先，我咧带恁去因为当时伊是伫迄个西雅图遐伊是伫西雅图遐大汉的所以西雅图有一栋足有名的餐厅叫做太空针餐厅太空站的即个高塔餐厅，请因食一顿好饭就对了，好料就对。即个太空针餐厅是遮的小朋友上渴望讲有一天会用去迄个餐厅看看，因为迄个餐厅是1962年到即个世界的即个博览会的时阵，伫西雅图举办的时阵呢，因所起的一栋足悬的大楼，足水的大楼啦其实嘛无讲，若即马讲起来无讲偌悬啦。迄当时是184米啦，184米4公尺安尼遮悬伫当时是足有名所以小朋友拢足希望讲也有一天会用去遐食一顿好料会用顿甲遮的同学伫遐甲点讲我有去迄间餐厅安尼是足好的但是呢，当即个牧师甲遮的小朋友挑战的时阵呢，大家讲你看我看你啦，因为拢背袂出来，你知影意思拢背袂出来，因为拢总111节啦。但是经过几工了后啦，即个比尔盖茨呢，伊11岁的时阵，伊甲即个牧师讲，我背互你听，我已经背我已经背好即个牧师咧带一个呢，讲你才11岁的囡仔囝尔呢，你有法度背遐年纪比你较大呢，15、16岁、17、18岁较大遐高年级的学生大家拢安尼摇头拢无法度甚至大人嘛无法度，你囡仔囝有法度，伊讲我背互你看，结果真正一节直直背到尾的时阵足流利的啦。哪像即个圣经是伊写的，背到足流利的，搁即个言情搁有迄个表情啦迄个手搁会比迄个手势啦即个老师讲哇你有够厉害，大人都无法度，你这囡仔囝有法度即个比尔盖茨伊讲其实我毋是比别个小朋友搁较聪明啦，我共款啦，我脑筋嘛是无讲比人较巧啦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心志，就是讲我坚持甲竭尽全力，我尽我上大的力量我用即个信念用即个忍耐的态度甲坚持的态度搁专心专力专意专人的即个心志来做即个代志普通一般的人是讲我尽力就好无法度就无法度一般的人拢是安尼但是一般的人是拢我尽力而为就对但是伊所做是竭尽全力啦，伊甲人无共的所在是即个所在伊咧做代志袂着做到底，做第一名的，做上好的，做大家上认为讲上公认讲第一流的啦莫怪讲伊经营伊的事业了过17年。过16年后，伊都27岁啦，伊就创办即个微软Microsoft 相信大家拢知影这间公司甲即时阵伊的企业同款是世界一流的企业因为伊即个精神啦因为伊认捌上帝伊遵守圣经的教导头拄我讲的即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这是路加福音10章17节讲的，就是咱做每一项代志，咱拢爱用这个态度来做。所以伫圣经中间，保罗免的这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一生拢总有300个旅行的报道，是第2摆的时阵所建立的伫欧洲的第一间教会，伫马其顿迄个所在所建立的即个教会，所以保罗甲因即个腓立比的遮信徒咧，大家的即个关系不止密切。而且即个腓立比的教会咧，拢遵守保罗的教导伫遐咧做工。这腓立比书是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阵，在公元后的即个61年啊，伊都互关，为着福音的缘故，去互关伫即个罗马的即个监狱内底。所以伊用写批甲讲的。所以恁若有时间去读即个腓立比书的时阵保罗虽然互关伫监狱内底，但是以腓立比书所写的，拢叫讲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讲到喜乐的代志，拢总写了16摆啦。所以保罗伊无受到即个环境的即个影响，伊共款无法度去外口做工的时阵，伊伫内底共款写了一寡批信。所以保罗的批信伫即个新约内底3九27九就是旧约，27卷就是新约。27卷内底有13卷书，拢是保罗所写的。其中嘛有超5卷至6卷是伫监狱所写的批信。咱用看到伊的批信是充满了即个愿望，充满了即个喜乐，互咱做着真好的即个学习。所以咱读即个腓立比书的时阵，所甲咱讲的，就是咱爱坚守福音的信仰，得到生命的道。生命的道，那今仔日咱伫信仰的即个道路内底的时阵，咱爱安怎来做即个代志，安怎来学习即项的功课。我今仔日就分做即个主题分做主要的2点。即句话就是英文写 ，Hold fast to the word of the life， 就是爱坚守上帝的生命的道。这个内底的时，我甲分做2个，就是啥物叫做咱咧坚守生命的道的时，进前咱是毋是爱了解啥物叫做生命的道？什么叫做生命的道？其实伫即个约翰福音14章16节内底有描述耶稣讲的话，就是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用到爸遐去。所以即句话是将生命的道其实拢讲甲足清楚的。因为主讲伊是道路，伊是真理，伊是生命。若无人照着我，照着耶稣基督，无人会到爸遐去。所以为遮咱用看所以这生命的道我甲分析。生命的道有三个。啥物叫做生命的道？生命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伫约翰一书是约翰所写的。耶稣所有的门徒，12门徒内底，有11个门徒拢信道，拢为着主的道理去用杀，去用割，去用钉十字架。只有即个约翰，咱若看迄个。即个耶稣最后晚餐迄张图的时阵，有一个甲耶稣安尼斗阵，年纪上少年的迄个就是约翰，安尼倒咧伊边仔咧甲塞那迄个，迄个是约翰。所以约翰的一生跟对耶稣，甲最后伊去用关伫迄个巴摩岛写迄个启示录，所以伊上有资格讲，伊捌亲身捌听见。捌看见，捌亲目见着，佫亲手即个摸过即个耶稣因为伊甲耶稣拢总斗阵有3年半的时间，所以伊所讲的，就是讲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伊伫约翰一书。
第一节内底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所以伊内底写了足清楚的。第二，生命的道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第福音，他拄啊，咱即个圣歌队的带领有请有带咱唱到一首条歌内底，就讲十字架的救赎，耶稣透过十字架所留的宝血来救赎咱的生命，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内底，这个保罗嘛有写着讲，恁咧徛伫这个殿里内底，将生命的道拢讲互这个百姓听，罗马书1章16节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传啥物？传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啦，这就是生命的道，还有生命的所以还有生命的道，咱过来讲一下。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第二生命的道就是上帝的话圣经。有的人讲，恁讲恁的耶稣遐厉害，我拢无看啊。毋是像阮咧拜的即个偶像啦，即个观世音啦，还是啥物三太子啦，阮拢看会到啊，迄庙内底拢有啊。我讲真正的上帝咱无法度看，但是上帝有留一本上宝贵的话，就是即本圣经啦。即本圣经就是上帝在替你讲的，所以咱基督徒为啥物咱逐工拢爱读这个圣经？因为这个圣经代表咱逐工甲上帝爱伫空中来相会，透过这本圣经，伊咧跟咱讲话，所以咱逐工拢爱读这个圣经。所以伫约翰福音内底有写6章63节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这篇圣经就是生命，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个生命的道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再来就是我头讲的十字架的这个福音。这就是生命的道啦。第二点，咱爱坚守。咱有这个拄我讲的遐生命的道，耶稣基督有上帝所留的这本圣经，上帝的话圣经。第三点，咱每工拢纪念耶稣为着咱钉十字架。因为伊的牺牲，互咱的生命有得到这个永远化，这是一个足好的消息。所以咱爱坚守，咱袂用讲去用来甲咱引诱去。但是咧坚守中间呢，咱爱做几项工课。拄我讲的，咱爱逐工读经，因为咱逐工甲上帝有这个密切的这个关系了后，咱的信心就袂去用影响到。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囡仔，甲伊阿公年纪也不止啊大，80几岁伫这个河边咧聊天啦，一条河咧聊天啦。这个孙仔甲阿公拢定开玩笑啦，无大无细啦。伊讲阿公你逐工拢咧读这本圣经啦。你定拢咧袂记哩呢？你像你嘛有当时甲我问讲我的目镜走去倒？其实伊的目镜是囥喺这顶悬顶。我问孙啊，阿公的目镜伫倒？你囥喺遮，你都袂记哩啊？你定袂记哩啊？你做啥物代志拢定袂记哩？你咧读这本圣经敢有效？你敢袂讲随读？就随袂记哩？这个孙就是咧甲阿公吐槽就对啦。讲你逐工我看你拢摸一本圣经咧读这个阿公无爱甲伊辩啦，伊就笑笑啊。讲边仔一骹迄个篮啦你甲我呛一寡水来，倒一个竹啊编的迄个篮迄个篮顶悬是拢咧囥咧土炭，因为土炭已经都摕转去所以即马囥咧遮，啦，足垃圾的，
叫伊讲摕即个篮去抢水啦。伊讲阿公啊，你可能脑筋有问题哦。迄篮是竹啊所编的嘛，水抢咧，就已经老咧，你叫我去抢水。伊讲你就去做就好啊啦。即马抢来了，我老话讲，迄骹篮本来就乌乌啊，用咧涂炭，乌对无？第二摆摕转来，还搁了乌有较清气啊。伊讲你搁去抢一摆，搁抢一摆，抢到3、4摆的时阵咧，到上尾摆的时阵，迄个孙仔踹一下讲，哎哟，即骹篮本来垃圾啊，足乌的啊，足垃圾的，迄个涂炭粉一大堆，抢几啊摆了，煞规个足清气的啦。迄阵阿公就甲笑笑甲讲一个道理啊，讲我逐工读圣经，就是哪里摕即个骹篮垃圾篮去抢水共款。我本来我的心思意念真侪代志拢足烦恼的，为着即个代志咧着我。但是当我读圣经的时阵，就是拿我摕即个水即个垃圾的即个篮去水安尼抢者。经过几摆了，甲洗甲足清气的，阿公在用即个比喻啊讲王孙啊，即个就是即个道理啦。我是逐工咧读圣经，你无看我脑筋拢顿哦。其实我读圣经就是拢若像我咧食物件共款，我的肉体需要即个属天的米粮来甲补充。了的时阵呢，我有遐歹的物件，有遐迄个无健康的物件，就用透过我的健康来甲健康了后呢，我的白血球就会产生迄个抵抗力，就用将即个歹的细胞甲食掉。所以你毋知影讲你食的物件是啥物，但是上帝就会透过遮个健康的物件来补充你的体力，来抵抗迄个无好的物件啦。伊也讲得用即个道理甲讲啦。所以咱咧坚守的时阵，第一点，咱爱读经；第二点，祈祷。读经就是上帝咧甲咱讲话。祈祷就是咱甲上帝回应转来。你比方讲，你敢若拢上帝咧甲你讲话，你拢无甲伊讲话，这有礼貌无？这嘛无礼貌。公阿嬷定咧甲孙仔讲一寡话，你孙仔你嘛爱甲应一寡话，也是讲一寡话，互阿公甲阿嬷听，即落爱有一个对话。所以这就是祈祷。我相信祈祷，大家应该日常生活应该拢有，有效无？我来讲一个见证。今仔我咧来遮分享上帝的话的时阵，感谢主啦！阮太太今仔做我的陪演啦。除了阮的前会长来了，阮太太也来我甲阮太太熟识的时，是伫基隆。我迄阵读基隆迄个海洋学院是基隆唯一的大学啦，大学啦。所以咧熟识即个女朋友足简单的啦。有一天，我咧下课的时咧出来的时，伫即个公车的边拄着阮太太。迄阵伊还阁小姐。阮都3个同学，阮太太安尼生了应该是袂歹啦所以3个同学就讲无咱来拍即个小姐，就讲好就去阮内底有一个我足好的朋友大家人啦伊喙足甜的足好讲的去，就甲阮太太熟识，阮太太嘛足大方的足大方就甲阮熟识。熟识了的时阵咧，3个人熟识一个人啦，我看到阮太太讲，即个我有介意我就伫遐暗暗祈祷讲无逐个来抽签嘛咧抽签的时阵，我就甲上帝祈祷讲上帝我看即个小姐足顺眼的是毋是我即个抽签阮同学都爱来抽签无啥个咧分，分一个分袂，对无？爱互我抽着啦。果然去我抽着呢。阮太太今仔伫遮，我这毋是胡人讲的讲互大家笑者，嘛是事实啦。所以祈祷有效无？祈祷有效。各位兄弟姊妹，你用跳祈祷有效当然毋是讲即个代志来祈祷，啥物代志咱拢会用上帝来祈祷。有个人讲上帝足无用的你安尼甲祈祷，伊敢插袂遐济？你做你祈祷，上帝拢会甲你回应。有当时无甲你回应时间还袂到。咱像一个小朋友在读国民校1、2年
啊，看因的哥哥徛倒摆安尼好，啊蹦蹦叫，啊走来走去足方便的。伊甲爸爸讲爸爸啊，我嘛咧买，甲哥哥共款买一台学倒互我听。你今仔做老爸，你敢袂甲答应？一定无可能甲答应嘛，一定好讲你搁等几年啊，对无？哦，所以有诶代志，哦，咱免甲上帝讲想甲遐复杂啦。上帝甲咱诶做老爸诶人诶心共款，伊嘛讲啊，你较大汉，我才买互你，对无？所以爱有时间啦，爱等，哦，爱有时间落去等，哦，所以。第二，咱来坚守的时，第一点就是咱来读经；第二，咱来祈祷；第三，咱爱参加教会的即个各种的活动。除了主日的聚会了后，教会有办所有的活动，也是即个社区的活动内底，咱拢爱来参加，来共襄盛举。因为我知影最近教会伫即社区，像我头仔来看，咱即个社区是一个蛋黄区啦，伫台北市算上好、上有水准的所在，但是我相信嘛，还阁足侪人毋捌上帝，所以咱会用办一寡活动，叫人来讲做即个健康操啦，还是即个健康的讲座，咱爱邀请咱普隆市甲遮厝边隔壁都爱有互动，了后去邀请因来，咱来参加遮个聚会，主要目的就是咧将即个福音甲因有一个关系啦。我感觉咱教会。甲社区若有关系了后，咱咧办啥物活动去共招人才会来啦。你普通时拢无甲人有关系，甲人无互动。圣诞节讲阮即摆圣诞节安那咧摸菜啦，咧啥物咧食饭啦，啥物叫人有诶人嘛无一定会来。所以爱先有即个关系，有即个互动，所以爱参加一个聚会。了后时伫聚会中间，咱爱有做一寡好诶见证。除了我头讲诶，咱诶。因为咱的表现无共了后，你伫聚会中间，你嘛讲徛起来讲，你安怎拄着啥物代志，一寡见证，也是讲你因为破病的关系，身体真衰弱，但是透过兄弟姊妹去教会，去病院内底，甲咱祈祷，甲咱祝福，各方面安怎，所以我的身体安怎，一寡奇妙的代志就来发生啊。其实见证是足济啦，但是见证咧洪灾的时阵。就是爱透过他们，透过分享，透过去做见证，所以用安尼是咱的信仰，咱的信仰就用慢慢一个持守坚定落，坚定落，这个是不只要紧，伫这个信仰的这个历史吼。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葛理翰拢有熟嘛吼，葛理翰伫这个差不多50年前有伫咱台湾办一个报道会，我现在对这个葛理翰较了解，因为这个报道会是迄个中华民国教会协会所主办的，伫这个国父纪念馆的这个广场来举行的。因为我伫4年前加4年外前加入即个教会协会伫遐啦，过第2年啊，讲去互选着理事长啦，今年都70周年啦，教会协会伫台湾70周年，所以阮就爱办一寡活动嘛，办一寡活动的时阵，阮就想起讲，差不多咧50年前，教会协会有办一个布道大会伫遐，拢总有11000个人来决志。所以阮迄阵伫遐就征求讲，伊是葛理翰布道大会来信主的人，用来甲咱分享嘛，结果哇有足侪牧师，像迄高雄的即个牧师，伊就为高雄走来到台北个伫遐分享，有的人是较无法度的时阵，年纪较济时阵，就用录影，来即个来甲咱分享。伊伫即个葛理翰的布道大会安怎圣灵的感动来信主，了后伊才阁诚做牧师，甚至有诶是做甲新人院的即个院长因拢来即个分享所以葛理翰伫即个6年前2018年2月21日安休主怀拢总食到101岁，伫葛理翰的迄个共的时代。有一个加拿大的即个牧者原来做牧师叫做 Templeton 即个人，伊本来是
甲隔离乡共款，拢咧做遮布道会，咧传福音，伊的口才嘛足好。但是过了无偌久呢，伊无坚守伊的信仰啦，伊的信仰煞摇错。了后不但无信仰，伊写一本书种告别上帝啦，告别上帝，讲伊是无神论者，即摆是无神论者啦。你看这两个人的对比本来拢是隔离汉是伫美国的，伊是加拿大。两个拢伫迄个当时北美迄个所在足有名的牧师传道人，但是两个人因为伊呢坚守无共了，有诶变节了，伊写讲告别上帝，因为这个田布顿没有坚持对上帝的信心，伊用咱人有限的这个思想来挑战上帝无限的智慧啦，伊自以为是啦，还自以为。他有一套理论可以强词夺理否定上帝的存在了所以慢慢，伊就伫这个北美的这个所在咧，去互抛弃了，大家拢甲放袂记。所以这个两个人的对比咧，一个人有坚守，所以伊做了上帝上水的工，伫全世界做这个布道会互更较侪人来信上帝。一个人是本来会用甲隔离汉差不多同程度的、同身份的、做同款事工的，受到人的即个欢迎的人，伊背到了，煞互即个世界来甲抛弃所以这两个是一个真大的即个对比啦所以咱来做坚持咱来坚持落就坚持拄我讲的有4个步骤读经、祷告、聚会、见证所以咱圣经内底嘛足侪拢叫咱爱坚持爱坚持，甚至伫咱读迄个启示录的时阵启示录的时阵有7间教会嘛，有无保罗所写的即个启示录有7间教会伊嘛爱叫其中的2间教会。讲伊爱坚持所信的，爱坚持恁所信的，袂用去互甲你夺去，去互人袂用去互甲你抢去，所以这个坚持是足重要，所以成功是来自于坚持到最后1秒的努力了，所以咱若看到一寡世界的这个运动运动内底当然镜头拢是对。翕位讲迄个走第1名，但是咱常常有即个网络内底有人发一寡信息就是讲有人走到一半的时，可能骹抽筋筋，还是都受伤去拐着的时阵伊坚持到底，伊就用白啦，用白伫白去，镜头拢向伊，因为伊是坚持到最后，伊是坚持到最后，伊不管讲是第1名、第几名，伊坚持到我一定咧将这个所以咱就看到足侪人运动员，伊本来是走前，看到这个情形，伊走落转来，加扶咧陪伴伊安尼，搁直直行所以咱定定看到这个镜头这就是咧甲咱讲爱坚持落，爱坚持，袂用放弃啦袂用放弃了，我就咱讲阮基甸会的代志，基甸会是一个。坚守生命的道的一个团体啦因为阮有阮的核心的价值、核心价值第一点，阮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所启示的，无错误啦无谬无误啦无错误的话语啦，上帝话拢无错误的啦安定在天啦永不改变。第二个宗旨就是阮透过上帝的话，这本圣经。来引带人来认捌上帝，阮做的方法就是联合侍奉，所谓联合侍奉，就是阮台北市拢总有9个聚会，最近咧佫加一个聚会，变10个聚会。阮若有啥物事工的时阵，像即马伫台湾灯会办一个较大型的时阵，阮就拢联合去。是讲别个聚会，伊内底有迄个大学，我咧大學精算聖經的時陣，可能骹手無夠。因就會發出一寡呼籲，講是毋是你來甲咱鬥相共，別個聚會來鬥相共，因為伊個後門、前門、後門、側門、偏門足濟，所以就講阮若去師大正經的時陣，阮就會發出別個聚會來甲咱鬥
斗3工，所以阮联合侍奉，佫有一个个人见证，个人见证就是讲你伫啥物所在，比如讲你若坐高铁，我像我的习惯就是讲，我若咧出门的时阵，我会时常底下拢放一本即个圣经，一本圣经，了后的时阵，我若坐火车，也是坐高铁的时阵，边一定有人甲咱坐斗阵嘛，就甲伊寒暄了后时，就摕一本圣经互伊，来互伊。了像讲坐客轮车，坐客轮车定，当时坐客轮车的时阵，我就加感觉司机，因为伊上车，你就知影讲即个是毋是基督徒你若看伊的即个护照证内底吊一个符啥物的你就知影讲这是教徒。所以你就甲伊开讲了的时阵，比如讲坐到遮185，咱涨200块的，讲免走，佫送伊一本书圣经，一定少年来甲你接受的，笑面来甲伊就用安尼，这是个人证经啦，证上圣经，主要目的就是咧令人来归主，有机会来信主。基甸会就是国际性的宣教的团体啦，主要的成员拢是工商界人员专业的基督徒的人士，阮基甸会有一个特别的规矩，就是讲爱查甫的加入了后，太太才通加入啦。因为我知伫教会内底姊妹拢足听主的，所以阮有影见证了后，就有足侪姊妹来讲洪长老，我咧加入恁基甸会，我讲恁先生爱加入，你才会用加入，但是安尼有当时嘛去得失，恁拢基甸会那大男人主义咧，其实嘛毋是安尼啦，因为基甸会是拢照圣经嘛，圣经就是讲查甫是家庭的头嘛，家庭的主人所以主人爱加入了后，姊妹才会用加入即摆有一个另外办法，有的姊妹伊无弟兄弟兄已经较早转去所以有一个赞助会员啦，姐妹赞助会员所以嘛会使迄落变赞助会员所以阮就是基甸会那像教会生湿气的宣教的即个手骨头绑臂就对，宣教的绑臂，因为阮用去加港嘛，去军中嘛，去警察单位啦，警警单位啦，这个所在教会拢无法度去，但是阮基甸会有法度去，所以基甸会那像教会生湿气的一支绑臂，宣教的绑臂啦，所以阮所赏的圣经，到这个人生关键的中途站啦，就是有当时所有迄个不良少年，也是吸毒犯的所在，阮过去病院，旅馆、监狱、学校、军警，这个单位，基甸会应该来几啊摆所以我就真紧跳过为3个人开始，为美国开始，为美国一个国家开始。经过120几年、21年了，美国一个国家成做121个国家，为3个人，即马变差不多25万人啦，咧将近26万人，这若毋是圣灵的带领根本做袂到所以打开始的时，拢伫即个旅馆咧敬上圣经啦，去旅馆，打开始是伫旅馆，这旅馆的时阵有一个见证这个相片，这个姐妹姓张，边仔2个足可爱的孩子，伊生这个囡仔的时阵发现讲囡仔是过动的，头一体的时阵，头一体出来的时阵，2个拢查甫的生出来的时阵过动拢好动安尼，啥物安尼足贱的就对啦。了，甲因先生2个就伫遐争吵，讲好这个查甫囡仔甲你共款，你现已经足调皮捣蛋的，才会安尼。生第2个共款讲安尼，2个就安尼定咧冤家啦，伊赖伊啦，因为囡仔物件拢定咧甲你作怪甲你变高顺所以2个阿某安尼定定为着囡仔代志咧冤家所以冤家了的时阵伊就是不这个姐妹不服输了，伊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才发现讲哇。连伊日头落山爱转去爱转去，佫民宿佫放不下来啦，放不下来当然就爱去住饭店住旅馆去到旅馆的时阵我都讲过，阮基甸会打开始的时，
就是拢伫旅馆内底有放这圣经，所以伊就去旅馆内底啊，拄无聊的时阵，都拖啊，他一本迄乌皮的圣经，拄摕出来献啦。你看啊，圣灵怎感动伊献着？这个彼得前书3章4节讲吼，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你看啊，上帝足奇妙，去互读到圣经即座讲，恁做某的人哦，爱顺服你的丈夫啦，丈夫爱做头啦。哇！伊看到即段了后时哦。伊心就释怀下来，伊讲我过两工咧，回去厝诶，甲我诶先生回息咧讲啊，我较强势，我毋对，我应该顺服你。即个囡仔，咱两个拢有责任，咱爱好好来甲教养吼，了，伊就伊看了即本圣经，伊想讲基甸会是一个教会，你知影？伊就敲电话去啊，敲去阮用迄个遐有主旨基甸会，迄个主旨伊卡，伊是讲基甸会是教会，结果阮内底总机讲啊，阮毋是教会啦，阮是一个民间的即个团体，经上圣经的团体。啊，无你住啥物所在？住高雄哦。安尼我甲你介绍高雄的教会。啊，阮的总机怎啊找出阮基甸会，伊住喺主旨附近，阮有会友住伫遐，怎叫伊敲电话互去关心。啊，即嘛，伊诚做基督徒。即个是伊写的见证，寄予阮总会，哦，所以伫饭店内底，你看，因为即本圣经解救了一个家庭，本来即个家庭咧破碎啊，咧离婚啊，但是改变了，因拢过去教会，哦，啊，即个囡仔嘛拢伫教会读主日了，啊了大汉了就正常嘛，吼，迄个过动哦，迄个正头就无去，啊了后时，阮嘛送去即个护理人员去病院。我嘛送去病院，像马街病院一年来差不多爱差不多3000本到4000本左右。马街，吼，咱咧中山北路迄个马街啊，啊，护理人员，我拢送这白色啊，是粉红啊色，这个啊护士吼，护士人员啦，吼，啊，阮上大咧送去这个学校内底，哦。校内底，因为小朋友拄好咧读书吼，所以对即个煮的物件吼，足有吸引力的，所以因拢会来摕啦。哦，啊，我一摆去迄个仁爱长老教会吼，迄阵迄个牧师叫做张吉新啦，即摆是等于下港吼，因为老爸老母年纪拢较大吼，啊，所以等于下港。哦，啊，我甲伊足熟，有一摆我去甲伊咧开讲的中间。我讲牧师啊，你是安怎信主的？伊讲哇，我足歹势讲的。我讲我啥歹势讲？伊讲吼，我迄阵读国中的时阵，咧入去下的时，咧上课的时阵咧，恁基甸会伫门口咧送圣经啦。我吼无爱摕圣经，我就溜走咯。伊就安尼溜走啊，啊闪鬼啊。结果我入去到教室的时阵吼，因为伊的同学吼摕到这圣经啦，吼，阮分圣经的时阵，啊，怎啊摕圣经咧安尼丢来丢去啦，咱咧接棒球共款啊，结果人啊牵去牵到伊迄个头啦，哦，所以就啊扣即本圣经啦。伊讲即本圣经吼，我无爱摕圣经，结果圣经走来我的头壳顶啊，去我摕到的时，我开始读的时，哇，知影讲即本主的宝贵，哦，啊我讲啊你即本圣经有留下？有啊，啊一本粉红色的，迄 PU 的皮啊，阮进前是印迄个人造皮啊，白红色。我讲哦，你爱写你的见证起来，哦，所以这也迄落，所以伫学校内底所送的圣经哦，其实真有效果啦，毋是讲无效果吼。啊了，我嘛去军中啦，哦，啊军中我一摆咧坐高铁的时阵，车袂来，伫迄个小时的座位咧坐时，看到两个阿兵哥咧对话，咧对话啦。伊讲哇，啊做兵足无聊的。我想啊暗笑，你知道？想按下。我恁阵做兵爱2档啊3档，恁即摆哪4箍月尔？我听讲有诶做4工就退伍啊，哦，咧无聊。伊讲啊，一个怎啊为伊诶背包吼，迄个背包摕出讲，啊，你敢无摕到即本圣经吼？阮圣经还佫有即个印即个迷彩本诶，专分互阿兵哥诶吼，即迷彩本诶。伊讲啊，你敢无摕到即本？
伊讲有啊，即本我著等迄个我的书柜，我也无咧甲看。伊讲即本袂歹，啊，伊讲啊声啊袂歹，吼，迄另外咧阿兵哥啊，即本主声也袂歹，因为我也拢无咧甲看。伊讲我做兵的时吼，拄着兵变啦，吼，兵变听有啦，吼，兵变就是伊的女朋友去爱别人啦，吼，啊，所以失恋啦，啊，失恋就安啦，失恋就是足艰苦，爱食金蕉皮啊，吼，啊了的时阵呢，基电会倒去做演讲，去军中演讲。演讲讲，你若拄着困难，拄着灰心吼，啊，拄着失望的时候，拄着苦恼吼，啊，拄着困难的时阵，你啊填第几页啦。伊讲吼，迄阵伊怎啊照即落，阮的圣经，甲咱一般的圣经拢共款，但是阮的头前有一个讲依然史的帮助啦，经文选读，就用你拄着啥物时阵，你读第几章、第几页、伊就第几章、第几页着。伊讲安尼吼，好，迄阵吼。伊本来是做兵哦，心情足郁卒的啦，足艰苦，甚至佫想讲咧自杀啦，失恋佫想咧自杀。结果伊读到这个时阵，了伊的心情拢改变。了，伊怎啊去教会信主？了，伊伫教会佫熟悉一个人甲介绍一个小姐，比顶摆迄个佫好几啊倍啦。上帝互伊留喺上后壁，哦，啊，所以讲，即本足好诶，哦，迄我是家己伫清北伫迄个小市。哦，伫咧高铁小时诶座位内底听到，讲哦，感谢主啊！阮这送诶圣经哦，发挥果效了，发挥功用哦。哦啊，所以这本圣经啊特别介绍，我毋知影恁有注意看无？这本圣经是送去乌克兰诶，乌克兰即摆还阁咧烧战嘛，对吧？甲苏联咧烧战。啊，你送去乌克兰诶时阵啊，吼，世界。即个基电会会员国，大家拢你送几万本，伊送几万本送去的时阵，即个咧做迄个乌克兰的做兵啊衫吼，其实嘛拢人去甲援助的啦。迄个厂商哦，足好心的啦。伊讲恁咧送圣经去吼，你送来我遮，我怎啊？因为我咧送迄兵啊衫过互遐军队嘛，我甚至用即个圣经放喺因的袋仔内底。甲放喺地啊！你免阁去遐分啊！你怎啊伊啊？穿着迄领衫内底就一本圣经啦。结果一个阿兵哥都穿迄领衫，都有一本圣经啊！都一顶子弹来拍咧，都掉伫遐。啊，所以伊写转来的迄个见证啦，报告，甲报告讲我这本圣经内底挡着子弹，救了我的生命，啊，无落都掉心中。这是最新的一个见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无看讲我今日来做见证，啊，恁有感动，恁奉献钱有可能救着一条性命，啊嘛有可能救着一条灵魂，好，我可能爱讲较紧啦，阮会长讲时间差不多啊，啊，这加加的，其实加加的见证嘛是足感动人啊，另日有机会我再来讲吼，啊，这是送去非洲的，啊，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有一天拢会登去天堂的门口吼，去天堂吼。所以天堂的门口可能有一寡安尼皮肤乌大山，那像几啊顿拢无食吼，啊头毛 Q 皮肤乌的吼，你免怀疑哦，有可能是恁所奉献的钱啊，阮送去国际，阮阁派吼，就是迄是员工的董事长吼，即嘛少年董事长吼，伊去非洲去垦掠，代表基电会去遐藏圣经，可能是遐的老百姓、遐的小朋友来的时阵。因就信着主啊，因会来天堂的门口来甲恁说多谢。你可能毋知啦，像即个弟兄，非洲去2摆啦，遮拢伊的粉丝啦，去到尾啊拢变粉丝了，所以拢过去1摆，大家摕到圣经拢足欢喜。所以因会伫天堂的门口来甲你说多谢，是你免怀疑哦。有可能是你所奉献的钱，透过基电会送去非洲即个所在，抢救一条灵魂。你毋知，我毋知，但是灵魂知，伊会去天堂的门口来甲你报答，所以过一摆代表基电会来咱贵教会，甲咱说多谢恁的奉献，积攒财宝到天上，上帝的亲自来报答恁，好，多谢。时间的关系，我今日就讲到这吼。所以一本圣经50块啦，所以你今日奉献100块，就是2条灵魂啦，一本圣经代表1条灵魂，好，请咱阿头三甲祈祷。亲爱的主，满心感谢你，予我有机会来到中兴长老教会，伫遮分享上帝的话。今仔日坚守生命的道，求主你搁一摆透过你的圣经，
刻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知，阮爱时时刻刻来坚守阮的信仰做主好的工人。当阮见到主的面的时阵，阮才有法度得到好果尽忠劳碌的称赞。祝福中兴长老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喜乐，行行顺顺，拢诚做好的人才，上帝国来用。祝福教会伫遮诚做一个福音的灯塔，搁较侪人进入教会来诚做你的囝儿，福音遍传即个四周围即个社区，互上帝的光照光伫即个所在。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免。咱多谢洪长老吼伊的分享。即是咱来吟诗，圣诗193首，请起立。好，请坐。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
来吟奉献的诗。咱游玩徛咧，咱上尾咱来吟诗，400首，吟了，咱请洪长老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疼痛、圣灵的相通，甲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阵直到世代无尽。阿门。好，请坐吼。咱今日吼，多谢迄基甸会吼，洪长老来本会讲道甲请安，哦。今日阁有迄个洪长老娘哦来咱中间，另外咧基甸会阁一位陈家生长老哦。伊嘛是来咱家跟我们问好，好欢迎。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新来的朋友？好，我们来看那个旧报内面哈，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第3点吼，今日下晡1点，咱伫美女姐因家有家庭探访哦，欢迎参加。第4点，下礼拜2有敬拜团的训练，请预备心。然后第5点，因为花莲强震哈，我们本来那个夫妇妇女团契哈，按算有2日游啦哈，花莲2日游。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我们就取消，改安排在4月28号的下午，就是礼拜天下午，我们就是有关渡自然公园的半日游吼，要报名的就在后面填单。然后我们现在就请叶长老为我们讲解，等一下小组分组的一些以弗所书的一些重点。这基甸会上圣经吼，会影响真侪人对啦。因为咱教会长征乡嘛，是因为基甸会上圣经，过来到教会内底，即摆伊拢伫灵粮堂遐伫带领迄个小组啦吼。
所以其实上圣经其实蛮重要的，那么尽量来支持啦，奉献为了因关心带到。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迄个《有所书》第4章到第6章吼。咱先按讲读个家嘛吼。第4章特别讲到讲咱蒙召是行事为人，当以蒙召的心相称。蒙召主要就是咱要保守的圣灵的合一，所以伫一主一信一洗的内底，咱就成做一个基督徒哦，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后边伊就讲吼，咱要脱去旧人啊，穿上新人。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哦，所以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主要就是安爱连你严守基督。那么连你元首基督，咱就无法度。所以连你元首基督的时，便叫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哦，咱就当安尼。过来，咱过来，就是基督内底的新的生命啦。所以行事不要像没有得救的人赶快啦。都要在基督里学了基督以后，所以等于穿上新人了，学了基督，效法基督，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伊伫《以弗所书》特别的讲到，所以讲安怎要做这代志，就是讲唔通互魔鬼留地步啦，唔通互魔鬼留地步。过来唔通互圣灵担忧啦，不要让圣灵担忧。这些都是我们要特别要记得。过来第5章伊讲就是讲充满基督都要效法神啦，凭爱心行事，应当效法神凭爱唔通互人迄个虚浮的话来骗去啦。过来爱和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唱心和的来赞美神，感谢父神，爱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的时，伊就讲到就是讲夫妻的迄个相处之道。所以咱伫结婚的时，常常拢会讲到这啦。做负责人的爱顺服你的丈夫，做丈夫的爱听你的负责人亲像家己啦。就是咧讲到这，这是极大的奥妙，就是讲亲像基督听教会。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啦。过来，讲到讲迄个要变成基督啦，变成基督叫怎么样？伊特别先讲到讲迄个爱迄个父母跟儿女的本分是安怎？父母爱听你的囝儿查某囝嘛，不要唔通不要激怒他们啦。子女呢，儿女要孝顺你的父母。过来有讲主人甲仆人啦，伊伫遮内底特别讲到的，讲主人你对待你的仆人的时，你唔通安尼请伊喝啦，但伊讲请伊喝，伊大细声啦。仆人呢，尊重你的主人，亲像咧顺服主共一样啦。特别在讲到这啦，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蛮进步的一个观念啦。过来伊讲爱穿上全副的军装啦，全副的军装就是迄个。有护心镜嘛，有有迄个福音鞋，有圣灵的宝剑，有信德的盾牌，有咱知影，咱若安尼时，只要都穿上全副的军装，就不怕魔鬼了，可以抵挡这一些。这是特别保罗伫这第4章、第5章在讲到的。其实上重要就是讲，我们要穿上新人了，有基督的形象，有神的形象。你当然你就会结出遐圣灵的轨迹，都会当结出来。以上。好，谢谢。想为咱邀请那个献歌队为咱唱祝福的歌。
哦，咱今日的聚会到这吼，啊，等者咱会当互相交陪一下吼，互相问好。啊，11点半我们准时小组